軍購特別條例呢，特別來審啊。頂一個月來台灣這個訪問的美國跨黨派參議員啊，佇個昨日就是聯名出批，予立法院的院長韓國瑜啊，再次表達對軍購的關切。除了啊，小可咧吹講啊，希望恁較緊通過這個特別預算了後，因嘛預告美國未來會幾個禮拜會真緊批准幾啊項對台灣軍事武器來出售法案。這個信件哦，那民進黨立委陳冠廷講，暫時有收到來自美國跨黨派參議員的批，主要是要提醒台灣要趕緊推動軍購特別條例，佮特別講到像一體化指揮體系，會當炸飛彈，包括中程防空飛彈的系統，也有反無人機的系統，啊，這項目攏總包括佇行政院軍購的條例內底。雖然講條文已經交付協商，也毋過即馬煞卡佇這一關。就是整個國防條例就卡在位置跟上購，開始是有一些比較和緩的討論。中國月底，美國跨黨派參議員夏欣等人才出現立法院，甲朝野立委討論軍購，較無一個月，閣寫批予立法院長韓國瑜、副院長江啟臣、立委陳冠廷、吳虎庭、王安祥等人，表示美國國會會盡力將這個關鍵的防禦能力準時交付台灣，並且預期準備好台灣的軍售會佇幾禮拜後公布，同時呼籲台灣必須投入關鍵戰力來阻止來自歹厝邊中國，嘛敦促立法院批准國防特別條例，那是為了買美國的武器，更加是為了加速台灣不對等戰力的生產。下個禮拜國防部會再加強跟各委員的溝通，但我想美方有這樣子的一個承諾也好，或者是一個善意也好，我想對於推動軍購條例會是有正面幫助的。雖然朝野內部依然有無同款的意見，也毋過華府這個動作嘛被當作是對台灣安全承諾的強力展現。同時 ，AIT 的處長郭立言甲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會談台灣的韌性甲安全，希望朝野各黨會當和諧，加速提升自我的防衛能力。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